今天的重量级的人物来了啊！重量级比赛，你好汉，你要听上啊！重量级的人物来了，掌声欢迎慕容婕铃。贝多利唱片是新公司哈？对呀，这家新的公司今天你是首发哦，第一张，你是第一炮哦。我很幸运。有没有压力？有没有压力？说真的，其实我是觉得还好，因为就是老板啊，那李天良李董他也没有给我压力啊，反正他就是说，只要把好听的歌介绍给大家听，然后大家能传唱我的歌，那是最好的。是，那我接到这个指令的时候，其实是在今年年初了哈，年初就接到指令，所以大家开始紧锣密鼓一直做，开始选歌啦、写歌啦、挑歌啦。这个过程里面，我必须要跟所有听众朋友讲一下，我要给婕铃真的要打一个很高的分数。不好意思啊，没有，真的我没有碰过这个艺人这么专心，你跟每一件事情你都觉得跟自己有关系，你好认真真的哪有，就是大家不敢想嘛。很好很好，我觉得这种态度可以渲染给我们的所有朋友。如果你爱做其他代际就是你有兴趣的事情，你就投入它吧哈。对，好，写完歌以后啊，因为我参与这个唱片的制作嘛，还有我们黄明伟制作人，最后呢，那个打给陶卡莫雷修不知道选哪一首当主打歌，因为每一首都好好听哦。怎么说？有没有人来鼓励你啊？有没有听过人怎么说？听过，我跟你讲，每一个人都说，这个歌哪会拢每首哈尔好听，我不知道要安怎形容。其实大家都这么讲真的因为现在网络啊什么赖都很方便了，对不对？听完我们就会有一些朋友给一些回应嘛，有很多就在粉丝团里面所以支支主打首首都是精选。他讲说你的老师真的是太棒了，你的团队很棒，谢谢。你们怎么选这些歌选得这么好？他说没有一个歌手像你这么幸运呢，每一首都好听而且你知道每一首歌好听也要一个好的歌手来诠释啦，这是我帮他们说的。谢谢，我还拍谁？没了看到慕容婕铃人家就说他的清新的这个声音里面带一点点的甜味，但是呢这次里面很多的情歌又带一点点的沧桑，再加上他自己的外形的这次的设计我觉得看到你的 MV 我都说怎么这么厉害哇很多的造型当然有我们有服装跟这个发型啊造型师对，但是很多的服装都是你自己去一个一个去对去自己搭配嘛对啊，你是学这个的没有啦，就是感觉那个歌啊，就是我们自己去想嘛，反正就是这首歌应该搭配哪个服装这样子，就是然后再跟造型师一起商量。是对呀，但是呢发型呢好像变化很大对不对？也有绑发的，有俏皮的，然后呢也有长发，对不对？对，还有发色我这次看到你发色也有一点点小小的调整改变，对不对？刚刚才弄的好好看谢谢彬哥老师。好，说到这里我们第一段当然都是听到这个慕容婕铃一直不断跟我说谢谢了那我们既然谢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来一首歌好不好？贝多利唱片是基于希望慕容婕铃也发展台语专辑，然后我们支持台语音乐我刚刚想感动的是说李天良董事长他说他想要支持本土音乐，所以我们就用心的做了这张专辑。对啊，那你先来介绍一首歌好了。那我们就先来听我们的主打歌曲雷修西，就是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是雷修西这个背景的故事爱先听歌了你听了感动的时候，我们再告诉你故事的内容。是的好了，慕容婕铃的新歌雷修西。
心系真心甲真意，月亮拢无看见，搁一暝枕头伴泪伤心。今夜又搁心事重重，人着棉被难离眠。面苍点点，孤单面对，不知不觉心寒冷。想当初坚持是为什么？痴情是为什么？茫茫的心要痛到当时，敢讲我付出的心血，真心甲真意，月亮拢无看见。一暝枕头伴泪伤心，想当初坚持是为什么？痴情是为什么？茫茫的心要痛到当时。心血真心甲真